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四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，生命之粮。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6章1到71节。先来看今天 RPG 的金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6章35节。食物对所有民族都很重要，华人一句民以食为天是最佳的说明。食物呢，在节日里更显为重要，它可以是代表某些重要的人事，甚至价值和憧憬。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喂养他们，这食物提醒百姓这位上帝是如何眷顾他们，也表达这位上帝如何在他们需要之时供应他们。圣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，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。逾越节前，当时门徒和仰慕耶稣神迹的众人跟随耶稣。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群人到他跟前来，所以很有名的5饼2鱼的神迹。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就对腓力说，我们到哪里去买食物，好让这一些人都吃饱呢？许多的时候，腹中的饥饿和口渴掩盖了人真正的需要，使人忘记食物代表的意义。虽然逾越节唤起希伯来人那带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上帝，但眼见耶稣将5饼2鱼行神迹来喂饱5000人，这些犹太人心里所想的是认定耶稣是先知，要强逼耶稣做王。这样的话，以后可能就不愁吃，那该有多好。换言之，他们需要的不是神了，是一个可以随时满足他们需要的食物供应商。他们说，先生，请时常把这食粮赐给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的6章34节。其实耶稣当然明白这些犹太人心里面所盘算的，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，这是耶稣离开他们的原因。耶稣鼓励众人应该为人子所是存到永远的食物来劳力，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。耶稣说，民以天为食啊。众人难以理解，这个人怎么会是天上来的粮食呢？耶稣说，他自己是天所赐的粮，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，而不是玛纳。众人求天粮，耶稣表明自己就是天粮，要信靠他，但众人不信，而信他的永不被丢弃，并且在末日要复活。所以耶稣把天粮永生的食物说清楚，但是我们看到众人提出理性方面的疑问，耶稣说明上帝的自主性，
再论到自己是生命的粮，所以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。耶稣说自己要死，要救世人。而那些门徒听见这些话，就说这教导太难了，谁听得进去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跟从他的人，在当中有好些人退出，不再跟他一道。如果以前的犹太人因为缺乏食物而忽略了生命真正需要的粮食，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可能是因为太多的食物、太多的选择，而掩盖了我们真正需要的食物。弟兄姐妹，太多的欲望、过多的选择，使我们忘记生命真正的需要。富裕的环境、嘈杂的声音，我们的经验、看见、听见的，都是许多的选择，然而却忘记我们心灵真正的需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连那位告诉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主，也摒除在门外。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这位主。只有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借着真理祷告、守主餐，常常奉主名聚集一起，擘开代表主身体的饼，喝象征主的血的杯，我们才会惊讶自己怎么迷失在富裕和选择当中。吃着从天上来的粮食，我们才会承认，主啊，你是永生之道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来默想耶稣说他是生命之粮，他是给愿意信靠他的人什么应许和保证呢？一起来祷告。向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眷顾及供应我们需要的神，是全能的真神。你赐下生命的粮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人间，是为了要显明天父你的慈爱与你救恩。主耶稣，你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到你这里来的必定永远不饿，信靠你的人必永远不渴，这是你告诉我们的应许。求你赐给我们对你有坚定的信心，天天寻求你的同在，好让我们信靠你的供应，而不被世俗的物质所迷惑、所吸引，导致我们远离你的恩典。求你赐下圣灵，引导我们以真理和心灵来敬拜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友伯牧师，祝福您得着耶稣这生命的粮，使你的生命更丰盛。我们明天见哦。